对，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头一集的脑壳灵哪有可能？今日足欢喜邀请到我的新朋友伊利，应该会当讲是新朋友吼。不离啊心吼，你敢有啥物？甲大家小介绍一下家己。好，即摆算慢慢是，我嘛毋知。5点是一个做真开票的时间，算暗时嘛，无够暗，下晡淡薄仔伤晚。嘿，安尼就讲高早好啊。嘛会使。较贵气。大家早，大家好，我是伊利我平常是 YouTube 有活动我通常的内容拢是拍电动有淡薄仔有当时会画图，甲大家小开讲者，平常是用华语来做讽刺会晓讲的语言有日语、英语，有台语、华语安尼拍啥我就会啥。哦，足才情的，晓足侪种语言的。有啊，兴趣学的。平常是差不多拜三甲拜五，有当时拜六礼拜拢有做讽刺。哦。通来做伙开讲较常常咧做的是拜五有专辑，就是固定伫做 Pokemon 卡片的主题当时有会连bài，个分享互大家知影有啥物新的卡片，还是新的比赛内容，是安尼。好，多谢伊利，因为我家己嘛是有介意耍即种，就是会使收集的即种牌仔耍所以我进前就想讲嘛，敢爱来耍一下 Pokemon 的时阵嘛，有来找，嘛有问伊利一寡问题，真正是会学到真济，嘿。对啊，所以我即摆应该算是 Pokemon 的新手，应该会当安尼讲。嘿，讲到这牌仔耍的新手，我就想到，因为咱学耍即种牌仔，拢有迄个上一开始的时阵，我就想讲，毋知影伊你上一开始是安怎接触到即个 Pokemon 牌仔的？这嘛是真趣味，因为我是为电动开始，就是大家知影的 Pokemon 电动耍了一段时间，我才知影讲有卡片，无，还是记唔对，我细汉时阵有摸过卡片，我算袂记这段时间。正版的啊？嘿，正版，古早进前拄好超商有咧卖。就是一盒，甲即马其实差不多较古早时嘛是有出进前，看卖敢有找着图互你看，就真久进前。我叫是迄个牌仔耍，我叫是迄牌仔伫超商有卖，是即几档的代志，原来毋是哦。无，差不多真久进前。是哦。你感觉会？我的年岁敢若会变空呢？不要紧，可能大家嘛无注意到。所以你平常时敢会伫超商买牌啊？平常时袂，毋过我细汉时有，要安怎讲？去超商就会甲阮爸母讲奶者，有奶就有。结果讲结果过无偌久就完全淡掉啊！安尼哦，你即摆敢会感觉足可惜的？即摆就是要安怎讲？甲囡仔时的回忆拢总摕转来，即摆就买。
要想要想细去。了解了解，就是细汉时的遗憾。对，对，遗憾该补起来。了解了解。因为我或者就是我拢伫网络顶面黑白看，啊，都有看到有人讲迄个，你若是伫超商买迄个抱起蒙的牌啊，就是会有拄着有个人会去，伊毋是抱起蒙，伊是直接伸手甲你蒙，啊，就蒙看卖内底敢有啥物较贵的，对，好料的，啊，对啊，所以我毋知影迄个像你即种较专业的，敢会就是避免伫超商买安尼。其实呢，因为怎样讲？因为我即摆较新的卡片，我是有去买过一两届，啊，伫超商买有买着较好的，啊，毋过后来就有听人讲，伫遮我是一一些所在啊，拄好听到有人在分享讲，要安怎扛，要安怎摸，啊，我想讲，安尼袂使，实在是以后拢莫去超商来买好啊。哦，了解啊，就是看到有人咧教人迄后步就对。嘿，对。哦。真伫个后步嘛有人在教，啊，有人嘛咧学。嘿嘿嘿嘿，有影有影。我有识得迄个。或者我就是家己拢无啥咧算，啊，毋过就做介意看一寡有诶无诶，就是我之前有看到迄个抱起蒙诶牌仔内底有一种足特别诶，伊是迄个，就是有一只叫做百变怪。啊，伊进前若像捌有一个系列，伊是迄个百变怪迄张牌仔会加做别张牌仔，你敢有听过？有，迄我有开过。哦，是哦，安尼你敢有甲？迄个，因为伊是顶面有一个大纸嘛，对，爱甲迄个贴啦，你敢有贴过？有啊，我迄敢若是一盒一张，啊，我迄当时有买一盒来贴。哦。迄落大纸我嘛有留诶。哦，大纸大倒位，凊彩找一张较俗诶。凊彩找一张较袂要紧诶，啊，打起来佫放伫迄。放喺册内底。哦，你有迄册？对。了解。啊，我真好闲，就是讲，因为咱有时会摕去比赛嘛，所以我真好闲。我毋知影你敢知影？反正我就凊彩问，就是毋知影你迄个百变怪迄张牌，你若是无甲大纸贴落来，迄敢会当当做就是伊顶面的迄张去比赛？哦，这问题真好，因为咱官方讲袂使。有讲哦，有讲袂使，一定要拆掉，因为迄有做记号。哦，迄是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哦，了解。边仔有做记号啊，有记号拄好是迄只百变怪图啊。哦。大家都拢知影诶，迄张是大纸啊，袂使安尼用。哦。我就是讲，你会使比到一半的时阵，你就向讲对，我较想要爱这张是百变怪，直接拆掉，变一条新的。安尼做好笑，好啦，比赛应该是无法度。头的迄抱起蒙拢评百变怪，佫较歹用。哦，有专门，就是袂互你变做佫较好的牌啊，安尼啦。对。啊，三只抱起蒙拢。无讲介强，了解。啊，迄百变怪评三只拢较有效。哦，莫怪。应该就是安尼。啊，毋过我感觉这真正都有创意的呢，但是伊真符合迄个百变怪的迄个特性。因真够出到即种的，让大家安尼体验百变怪的迄种。甲你欺骗的。迄种感觉。我嘛真趣味呢，因为我敢若是头一摆看到卡片安尼出，之前别款的拢无安尼设计过。对啊，我也无伫其他的所在看过。敢若抱起蒙才通安尼算的感觉。对，我想看卖哦，因为我家己是算迄个魔法牌啊，较济就是 Magic the Gathering 魔法风云会，我是
酸迄较济啊。伊我想看觅，伊应该嘛无遮尔啊特别的设，应该嘛无遮尔啊特别的设计，嘿。我想看觅，啊，毋过伊就是有一寡奇奇怪怪的，比如讲，比如讲，伊有真济牌啊，伊是无迄个，无后壁迄面的，伊是双面的牌啊。哦，双面的。对，比如讲，伊若是龙人，啊，伊就是正面，伊就是人，啊，伊就是符合伊的条件了后，你就会当甲伊变过。嘿，的变身的概念，这嘛是我感觉较趣味的。啊，毋过就是你爱耍的时阵，你就一定爱落迄个牌落啊。啊。嘿，无伊就变做是做壁。是呢。嘿啊。啊，毋过我感觉是无比迄个百变怪较趣味，迄真正无法度。毋过通冰冰的，迄是通对比赛时啊。想要换就安尼换，敢是安尼？伊就是你要出的时阵，你只会当用正面，啊，你是符合一寡条件了后，伊就会使变身，啊，你才甲伊平面安尼。因为想讲伫比赛时阵，拢就是吐一烟迄个。哦，你讲迄个，牌套嘛？对。哦，你就是甲抽出来变过，去靠倒去。对，抽出来啊，直接变面啊，直接搁换落。对，做好耍，做无聊吼。嘛真趣味呢。对啊，嘛是做奇怪啦，就是较奇怪。搁较白就是小可怪怪，啊，毋过要算是趣味。我想看觅。所以你一开始是你是讲细汉时你是伫超商有咧收集啊？你真正开始咧耍是敢是伫迄个卡片的迄种店开始耍的？嘿，是我开始学规则是进前，嘛真久已经5档啊。当时是拄好看到。卡片佫出来啊！进前在台湾是拢拍英语的。哦，迄阵是无中文的呢。嘿，无中文的。啊，再来伫咧2019年时啊，拄好中文的佫出来。哦。啊，看到伫咧面册顶头有看伫咧卖啊。嘛，拄好到我住的所在真近，啊，我就去看卖，啊，顺续去学安那，甲人交流。哦。啊，所以就载落。载落啊。啊，载落就够单。嘿，对。啊，伫迄个做即个新手的过程，敢有啥互你印象较深，还是较，就是较趣味，还是较感动的一个代志？因为伫咧买中文版的牌进前，我其实有摸过迄落美国遐的线顶，线顶的拍牌电动。迄当时拢是用较简单的牌去算，啊，要新手应该要安怎算？我想。因为我开始伫咧，算中文牌时已经袂使讲偌深。哦，了解，所以你原底是算迄个英语的，嘿，电动的。啊，毋过有当时也是有拄毋着迄要安怎出。哦，就是讲。就是对牌仔的迄个可能有误解安尼。啊，较趣味啊，感动的代志是，迄头一摆去店的算牌感觉，迄头家嘛真热心，通牌教讲要安怎解啊，要安怎出
较好安尼。我嘛有相像的即种经验，迄真正足感动诶，迄真正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毋知安怎讲。就是我一开始算迄个 MTG 的时阵，嘛是应该偌久啊？哇，可能有超过7档啊、8档啊。哇，我嘛足老诶，无啦，就是迄阵嘛是共款，迄阵就是因为完全捌算过，啊，就是迄个组牌的时阵都会黑白组，啊，迄阵嘛是头家嘛真正是做热情，啊，伊就甲我斗看讲这要安怎改，啊，就是一步一步甲我教安尼啦，真正是足特别的。啊，迄阵。而且迄阵，即马较无共，即马若像就是因为咱拆即种牌仔包的时阵，内底讲较白，就是较贵，就迄几张尔，啊，就会足济其实是真正较无价值的。对，啊，就是迄阵因较热心，就会甲迄个虽然是无价值，啊，毋过你用会着的，伊就直接送你，啊，迄种感觉就真正，我感觉有受到人的照顾安尼。趁着啊，个趁着别人的迄种，迄个别人的心意。对，有影，真正都感动诶。啊，我即摆若想拢无，即摆就一张上无爱2箍。啊。我毋知影Pokemon敢有安尼。无啥消息，因为魔法风云会内底有迄种，你讲地啊？嘿对。啊 ，Pokemon 嘛有迄个能量嘛。嘿对。两种是不离啊相像，啊，拢是逐个开了无啥爱。上无价值的。所以讲，迄种会使向人提免。啊，了解。啊无，比方就是我较常常用的牌，较无共款的，比如讲，你讲大有伊的啊，还是通抽牌啊的迄种连结牌，嘛是有人会免钱送出，也是2箍3箍安尼，加减安尼。所以迄嘛是足接开着。嘿，对，有了济。若有算较久的，迄种牌仔就是规拖拉裤安尼。拖拉裤，内底拢是对。可能无可能甲放伫迄个册内底，缀袂落。凊彩放，放伫咧拖底，也是放伫阿巴底安尼，凊彩钱。也是摕来订迄个厝便当安尼。嘛是有可能诶，有可能哦。生甲通啊厝，可能会使厝规桌顶啊。哇，完全无咧尊重。毋过真好用啊，因为若是有人有需要，分互因来用安尼。足方便安尼，就甲抽卫生纸共款。对，有需要抽一张互你来，请用。招你免钱诶迄种。对。了解。我发现一件介严重诶代志，就是咱袂记咧甲观众朋友小姐问。对呢。小姐问者，马铃薯你好，熬炸。你好，啊，绿曲车熬炸。阿叔甲阿峰熬炸。对啊，醋泡面嘛会使。遮敢有你熟悉诶观众朋友？像讲迄拜五有来过。就是常嘛有咧世界。世界拢有看咧。甲大家高官捧场安尼。我应该甲你诶迄个连结放伫上顶面，互迄个较袂伫你遐出现诶，怎会使去订我一个？对，来请大家请。感谢。袂，嘿，哇，想啊已经20分钟，20分钟才想起来，哇！过了一个钟20分钟。歹势，就是真正袂记呢。
嘿，甲伊你开讲伤过欢喜的安尼。真正头一摆，哇！我其实要放送开始，真正有够紧张的。惊讲你甲气险，无啦，我别讲。会啦。想看卖啊？我感觉即种牌仔耍，阁有一个足好耍的所在，就是伊共一张牌啊，会有无共的图。有诶就较水，也是就是，有一寡就是金丝丝啊，是安尼。金丝丝诶，嘿啊，我知影就是一般来讲，咱迄个金丝丝会较贵。毋过有诶人就是伊有迄个浪漫，伊就想要规套拢金丝丝。嘿对。毋知影伊你咧做牌诶时阵，较是挖倒一种诶。我是较挖通用就好。通用就好。通用就好，若是要去比赛，会小可用较虚华诶。是哦，你是安怎是比赛时阵才特别爱甲用较虚华诶？就是想讲，要甲对手吓惊。平常时拢是对手迄牌诶色水会甲我吓惊着。我是想讲较好看一撮诶，啊袂伤贵。就是讲，无家己做一个无共款的准备的款。了解。到比赛用较好的，用较好的，就甲我的牌不用一个感情。不用一个感情。不用一个感情用较好的就是用在牌较金丝丝的。淡薄就是要去迄个，要去正式的。倒合的时阵，就是穿较水的、穿较正式的这种感觉。了解。因为我比赛的时阵，我较袂去比迄种，我毋知影 Pokemon 敢有，毋过就是 Magic 内底有一种是现开就是现场开着衫，就用衫来做。开卡包来直接用安尼。对，这就无迄个问题，因为你就无通选，你若无法度装通较水。对，所以我较无这个机会。Pokemon 嘛有，毋过较贵。较贵哦，爱开包啊。开包才来比，我无啥，听讲无啥爱去，因为。开出来就用较无稳定，我是觉有危险，也是我若开着较好的卡片，我就不想要用。会较保守，毋敢用啊。敢。对，敢对。哇，我感觉开半嘛是小可碍叫，因为通常伊迄个保底通常就是一盒一张。开半瓶就是你若是摕着较无好迄半，就扫去。嘿，对，来倒转去，来转啊，无爱比啊，袂见比啊。开半有够，对，做好笑诶。对啊，像咱毋爱直接开一盒，因为伤贵。伤贵安尼嘛对。只嘛爱1500去。所以讲，我应该大家抑个会使接受，对。要负担得起就对。对。了解。无若是定咧比，就是拢毋免食饭啊。半开，敢袂堪去。系啊。有一个新的观众朋友出现，是咱的市军目。伊若像嘛足接伫你的推特下骹，甲你开讲对无？大家拢知影开讲，我嘛开讲。有影，就是不时就是咱会互相去聊话安尼。世界交关。袂歹。真正我知影你定咧看别人的台。对。世界交关，世界总。世界培养感情。大家拢真厉害，真好。对啊，真正。甲大家讲着嘛，真舒适。而且我一开始我已经袂记得我是当时知影你会晓台文的，毋过我就是做虽然
已经有足侪届，就是看到别个 VTuber 会晓台文，啊，毋过大概拢感觉做意外的。为什么意外？就是因为我拢叫是讲会晓台文的人是较少数。啊，啊，毋过其实就是比我原底想的较济。哦，嗯，我会晓拍台文，其实是最近的代志。哎是哦，你是是安怎会开始？因为我想讲，我学语言是不哩算讲兴趣。若有较会使用迄个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我的感觉，安尼才是对起迄种迄种语言的感觉。哇，听起来对家己做严格。严格有淡薄啊，有淡薄。我是讲用迄个语言原本的模样来去甲大家来交流，安尼才是较对起迄款语言的感觉。哦，嘛对，而且迄个各种无共的语言，因即个看世界的角度，也是因表达的方式其实差足济。这有影是足趣味，就是我嘛是真介意学语言，虽然无学足济。对，真好啊。对啊，真正会去了解到，就是原来迄个无共的族群，因会用无共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听足好耍。因做的事嘛，真无共。对。啊，毋过日本话我是袂晓的。不要紧，豆豆来就好。豆豆来，有机会才来学。安尼你，我真好闲呢。所以你学台语文的时阵，你是我先讲我家己好啊，就是我开始学台语文是应该是毋是应该，就是大学的时阵啊，迄阵我就是学校有课，所以我就去上课，是安尼开始的啊。落尾开始，互家己真正会晓写，就是我有看足侪其他有诶台语文诶 YouTuber， 比如讲阿花西，也是台南妹仔因诶影片，才豆学起来。啊，我真好闲讲，就是你学台语文诶时阵是用啥物款诶资源开始学诶？台语文我是只看公司，抑阁有因为。伫细汉时，抑阁出来有时段通讲台语，台语最近就看到一寡影片，是文章伫咧用再来豆学，重新学讲迄个词要安怎拍出来对。算是讲。到学日语共款，就是豆豆看啊，家己摸家己看啊。若毋捌的，就找迄书店来小调整者。有影，书店真都好用。尤其即马佫有线顶的书店。对，佫较方便啊。无毋对。真正是会晓罗马字，真正是足方便，会使查书店。不过我即马较袂晓的是罗马字，迄较困难哦。因为我拍日语虽然讲是罗马字，毋过迄种日语是真短。较济嘛三个罗马字尔。对啊，而且因迄个规则嘛无共。因为我佫有西班牙。西班牙啊。迄个安怎讲？西班牙迄读法其实甲罗马字淡薄仔相像，毋过伫咧台文内底佫有别款的系统，转袂过来。会互相干扰嘛？就是淡薄仔学了伤济，这个规则是要安怎读啊？这个发音安尼讲对就想到别位去。对。
怪啊，即马搁要找线顶的迄种读罗马字的网站，搁无讲介济。对啊，所以我即马就爱加学一寡罗马字。无问题。你若是有需要斗相共，随时会使甲我讲，我尽量。对啊，我知影若是共一个时间几若种的时阵，真正是头壳会变去。对，我较早还搁伫咧较直接用日语还搁英语的时阵，我若讲台语，我会讲一半，讲到英语，搁掺一寡日语起来。我嘛会，毋过其实做好耍，有时调工安尼耍嘛是做好耍的。毋过有当时是这个字要安怎读结果煞讲出来是英语，还是伊安尼？系啊，你若是想，安尼讲，你若是想要调工一下，我嘛是会使。调工一下嘛会使啊。足久无安尼做啊。就是考验迄个观众朋友。结果是弱态观众朋友。大家拢，人会拢伫毋讲。结果就转台去，安尼嘛无好。应该是袂啦，应该是袂安尼啦。我想，原底要讲啥？想袂起来哦，无啦，就是我最近咧兴看迄个《Rick and Morty》，看足济。你有看了无？未，看一撮尔。哦，我感觉，因为我看了啊，所以我感觉真正是袂歹，真好耍。推荐你会使继续看。你是看到倒位？我是有面册顶头，毋是迄电影，我是看。哦，电影。就是别人偷剪的。偷剪。是翻译呢，还是？你是讲，就是剪毋是剪落来翻译，是剪一段呢，小就细一段。像迄中文的迄字无啊？字伫咧迄影片顶。哦，了解。所以讲，淡薄仔知影伊内底咧讲啥小可知影讲内底重要故事伫咧啥。毋过内底迄个泰国的甲迄个暴力的真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爱注意。注意讲，家己敢袂看。对，因为我之前有甲别个朋友分享的时阵，伊就讲这我无法度，伤过暴力。毋过就造成我即马开喙的时阵，就会无说是转为英语去，而且是足粗鲁的英语。对呢，因讲英语嘛是较粗啦。无毋对。毋过嘛足好笑。我看到咱阿峰想要爱内底的道具。所以伫遮的火箭甲伊利是第几号时空的几号替身？毋是替身。讲到替身，你敢有看啾啾？有啊，我上爱啾啾安尼。我嘛最爱啾啾，你是有看了吼？有啊，看即马第9部嘛？9部未出到一半。即马新秒。安尼你上喜欢倒一趴？第7趴。你嘛上喜欢第7趴？哇！敢若咧看电影共款。有。我真感觉会使出电影。最近有伫当咧做一款。因为迄第六趴已经 anime 做了，应该是对啊。内底有迄个美国总统。对呢，以前是，甲某一位历史上的美国总统生作成的。
嘿，毋过伊真是一个，就是真，我感觉迄个阿奇先生伊的迄个反派拢真有迄个，真有伊的，对。第七拍我是感觉讲，迄拍是唯一无歹人的感觉，真正的拢是我要甲所有人杀掉，还是我要做世界哦安尼，种有较目的性的反派歹人。啊，毋过即摆第七拍是讲，大家拢有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啊，只是讲。个拄好相拄着安尼，对，并相拄安尼，所以才来起冲突安尼。有影，真正是即种故事，真正是会互人安怎讲？我是感觉较像一寡，就是毋是会有人讲啥物，咱生命当中所有的人拢会正做别人的反派安尼，有即种感觉，嘿。真是袂歹。哎，我上介意的 stand ，stand，第四部 Killer Queen。哦，是啊，你是介意炸弹呀？对，那看倒一个无顺眼，崩咧。哦，安尼哦，原来你是这种人啊。哦，听袂出来呢，你讲的感觉就是较足温柔的。就是人总是有啊，嘛对，好啦，嘛对啦。嘿啊，我较身体较歹，啊，个较冲动的。哦，是讲若看无顺眼的，你来报。炸掉，较贵气。看袂着就无代志。我想看卖哦，上介意 stand。哇！问别人问了，家己煞想袂出来，他有即种人。是上介是，嘛是上介第七项啊，stand 咧。其实我感觉就恁的 stand 嘛是真不哩啊趣味，就是虽然毋是上强的啊，毋过伊变化足济。就是而且伊就是家己抽做线嘛，迄线就是伊会使摕来。做足济无共的用途，这互我感觉真趣味。伊会使，我记得伊个会使芳物件出来嘛。对，而且迄个伊的替身其实嘛是伊的线，就是伊的替身嘛是会使抽做线呢。对，我感觉这算是有创意。就恁的概念，敢若是老祖的迄种。哦，你讲老祖的哦，有影，对，伊嘛是，结果讲迄个上介意第七趴，毋过介意的stand拢毋是位内底。毋过我会记得，其实原底伊若像，就是伊第七趴的故事较头前的时阵，就是无stand会出现。对，我原底叫是袂出现的。是有啦，我无讲介济。其实第一场还是应该是第一场就有散到。哦，伊是三个兄弟的迄个三个兄弟是拼囝。我嘛小可袂记，伤久无看。我嘛来找一下。但是白仔囝，我煞袂记。敢是白仔囝？应该是白仔囝，佮早一组兄弟。哦。还佫有迄。还佫一个用，嘛是通甲真躯变做线来牵着的迄嘛，
哦，迄间头前就出，倒袂去啊，找着啊！伊名不爱念，哇，有够长诶。诶，是讲对一个？哦，前，迄间第就来我看卖哦，我嘛袂记一啦，真正是角色足济，真正会袂记。这慢慢做伙，哦，这看起来甲迄个第五拍的一个人做成诶。是，甲是拢会晓淡薄仔嘿，而且虽然安尼讲较无好，啊，毋过因为即个 JoJo 的迄个故事已经写足久啊，所以有一寡迄个能力也是会有较相像的，这可能嘛无法度。嘿啊，啊，毋过我感觉迄个第七拍内底，阁有一个，互我感觉足趣味的部分，就是因为迄个伊个反派是会使去无共的其他世界，甲物件搬过来，啊，伊就有去，因为伫迄个第七拍的时阵嘛有迪奥，啊，毋过原底迪奥的能力是甲以早迄个迪奥无共，啊，毋过伊为迄个其他世界搬过来是相共，我感觉足好耍。看到实在是，哦，就是迄个，跑出来的出，嘿啊。其实我感觉，毋管是算白仔算即种 game， 还是看迄个其他的作品，就是迄种足早以前的物件，而且是足有名、足重要的物件啊。过足久，你才搁互伊搁出来的时阵，真正拢一定会有即种感动，还是这种哇的即种感觉，一定是有。真欢喜呢，佫会使看到进前的物件佫走出来。对。因为我对 Pokemon 较无，因为我以早的时阵，我细汉的时阵较无咧耍电动，所以迄个 Pokemon 原底的电动我是拢无耍过。我是无当然，大家，嘿，你讲。Pokemon 都有通算啊。啊好，我也无看过。无看过。嘿，我甲大家。可能较无共。对，大家知影我拢毋知。有够可怜的。袂使啊！阿峰有饲猫啊！伊讲伊要去饲一个因兜的岩猫，我拢毋知影有饲猫呢。已经切掉了。你敢有饲动物伴？我呢？敢有想要饲？有啊，要饲猫甲。你讲想要饲？是猫仔甲狗啊，其实猫甲狗啊。较介意讲会使，我有一反应的，有啦。你讲无反应的动物是像鱼啊。啊，嘛对。哇，种。就是鱼啊，若是腹肚枵，伊嘛袂吵。那要甲真正要甲倒袂掉就变白安尼。直接死互你看。你敢有想过鸟啊？鸟啊应该嘛算是有反应。我是惊讲我要变少的时阵，惊讲困难。嘛对，而且迄个鸟啊，迄放屎可能爱特别训练，若无就是干来当伫笼仔内底。所以讲鸟啊是有咧想，毋过看别人那种。哦。因为阮兜有猫仔尔，我是讲有一只就有够啊，就已经真麻烦。你若是要饲猫仔甲狗仔，你是要
同一个时阵饲做伙呢？饲做伙应该较袂冤家。就是可能就是爱为因较，就自因较细汉，就爱开始互因斗阵安尼。应该嘛免细汉，是管讲有即个较差的，还是较掂的物件伫咧甲伊生活安尼，你感觉好啊？啊，因为我想看觅，因为我其实自细汉的时阵，就足想要饲动物伴，毋过阮阿母无要互我饲。即摆是因为我甲女朋友做伙大，所以才会当安尼。就是我就是甲你分享一下迄个我饲动物伴的感想啊。就是会甲原底想象的是较真正小可无共啦，就是我真正变做是讲咧讲猫仔的代志，就是伊细汉的时阵真正足古锥的，伊足细汉的时阵足古锥，即马都足可爱的，就甲饲囡仔共款。做好笑，无就是迄个，伊伫心肝内要是有迄个，要是有分量，才会甲嫌啦。嘿啦，对啊，对，爱才甲嫌安尼。嘿，对嘛，我是拢无承认我做爱啊，毋过。心肝头底一定也是爱伊啦。对啊，无早就甲伊弹出去，无啦，真危险呢。无啦，我袂安尼啦。就毋知影要安怎讲吼，就是你较想要爱动物伴咬塞奶，还是你敢会想要爱有迄种互伊需要的感觉？会呢，是会呢。会吼。也才来找我，还是袂到起配面就真好啊。安尼啊，若阵起配面是伊爱你的表现，你敢有法度接受？安尼我是讲，安尼改呢，安尼改，袂使，安尼袂使啊，莫甲拍。OK， 莫甲拍，莫甲教。迄真正是爱训练有影。阮兜的猫仔就是细汉时较会塞奶，毋过伊即马就是，互我感觉做袂爽的，就是伊敢若伫需要你的时阵，才会甲你塞奶。伊若无需要，伊就无要插你。而且伊的需要都是啥物？我感觉做无重要的，就是叫我去甲伊开门安尼。就是伊无法度忍受有一个所在是伊袂当入去的。真有猫仔款吼，猫仔就是爱安尼。哇，有人讲有够古锥，这是我感觉足可爱的。对，绿客车上有讲的是，昨我有讲我佫想要饲一只乌猫，今日毋着讲足麻烦。无，我就是伊个幻想是较水的，真正饲的时阵，你才会，就甲单恋来共款啊。想象的时阵是上水的，真正斗阵的时阵，才会有拄着一寡问题啊解决。想到讲到这么严重。哇，你是毋是有啥物话想要讲？无。想话总是较水。系啊，想话拢是较水的。有时有时咱迄个我一直想要甲迄个话题揪过来破起梦。我已经互破起梦拔掉啊，就是无啦，但是因为我做牌的时阵较爱做迄种 fun deck， 就是可能无介强无遐稳定，毋过你迄个想象中的空步真正拍出来的时阵，真正有一个成就感。有时真正是做牌的时阵比拍牌更较快乐。对，我嘛对不？
会有即种感觉。自己找牌啊，啊是讲啊，我有这个，我有迄，我要看几张啊，照我习惯咧，看3张还是4张？还是5张，无啦。袂使看5张。你甲对手讲啊，这是我的习惯，你要甲我尊重。无啦。我安尼互一定会互人请出。对。哦，这互我想到迄个 Magic the Gathering， 伊内底嘛有较趣味的设计，就是因为伊共款是照你来讲，一般的比赛、一般的制度是共款的牌，敢若会当有4张。啊，毋过伊有的牌啊，伊的迄个，伊就直接写伫伊的迄个效果内底，写伫伊的能力内底，就写讲，即张牌会使放无限张。哦。嘿，足趣味的。啊，无一定是无限张，有的是写讲，比如讲，伊进前有一张，有一个系列是迄个动画故事，嘿，就是各种较有名的迄个欧美的迄个动画故事，啊，内底就有一个是迄个白雪公主甲7个迄个 A 人，啊，迄 A 人的迄个能力就写讲，即张会使放7张，好算哦，好算。趣味呢？对啊，这嘛算小可趣味。啊，我想看觅，应该伫其他的 game 拢较无即种哈，就是就我知影，Pokemon 加迄个 Yu-Gi-Oh 应该拢无。无吼，可能嘛较无好 balance 吼。因为共款的，就是放了伤济嘛。可能你若是会使放伤济的时阵，有一个奇怪的combo就会出现。我知影迄个 Pokemon 内底嘛有一种，伊就是迄个，伊就是写讲，即款的物件敢若会使放1张。啊，对。比如讲迄个光辉宝可梦。最近 A-Spec。哦，我一定毋知迄安怎读。不要紧，我你知影。即摆我知影，伊是粉红色的呢，伊迄个色足特别的呢。嘿，因为这种主题是分类的，进前会真久进前有出过，啊进前是乌底。哦，是哦。进前是乌底，啊，即摆才改做粉红色。哦，啊，毋过共款嘛，就是伊毋管是啥物色的，就是伊拢是共一种分类，所以敢若会当1张安尼。嘿。哦。啊，伫咧英语也是日语的，伊进前有出过，即摆佫出一届，就会使用进前的出过卡的佫来用。就是名共款啊，内容共款，就是会使。那名共款，图共款，内底说明无共款，就是照上新的说明安尼可以。会安尼哦？会使安尼。哦，会使安尼。所以是共一张牌啊，毋过伊迄个能力有修改。有一部分的卡片有修改过，改过就照新的行。哦。这若是伫以早的时代较无方便，啊，毋过即摆拢会使用网络查，所以应该是较敢做即种代志。趣味。上进前是一较无共。哦，我直接打互大家看。向袂晓用，稍等者。哎呀，嘿，足大张诶！哦，这看起迄个坑介水呢。其实我足介意去欣赏迄个无共诶牌仔耍诶迄个坑诶设计。上倒手柄即张我有印象啊，即摆嘛有嘛？即摆嘛有啊，上中即张即摆嘛有。哦 ，Master Ball， 所以 Master Ball 毋是有共名啊，无共的效果的。无共效果的，还是我母毋对？加固进前。
所以我母唔对啊。即马即款是较新的，毋过即个图的是都年进前的画，即马的是。真久之前有出过普通图的卡片，迄无地吹嘛，无地用。无地吹啥意思？真吹无啊？因为迄是真古早之前，敢若才有诶。哦，看到啊。迄是即摆这是即摆诶迄种。哦。我来打者，即马这嘛，粉红啊色。上届头前款是即种，上古早款是即个啊。哦，真正做古早的呢。真古早。这一看到的。好，我赶快放互大家看。这一看到都有年代感的。想无嘛，10年前。哦，伊的迄个设计改足济呢。嘿，趣味。哦，所以意思是讲，你若是，毋过这是图无共嘛，效果嘛无共嘛，对吧？还佫分类嘛无共。哦，这毋是迄个，毋是 aspect， 毋是 aspect。哦，了解。哇，这美角足济。有点麻烦。主创有讲到幼儿园关出来嘛是安尼，对吼，就是因为幼儿园的制度较无共，就是我知影 Magic 甲 Pokemon 拢是你敢若会当用较新的贵的系列安尼。对啊，较旧的就变做其他的制度才会当用，毋过幼儿园就是送伤过强啊，关入去。对。有可能有问题。上强的恐怖也是会使做无意义的代志，恐怖就先关起。也是迄个设计的时阵无想清楚。对。毋知影安怎设计关入去。对，放出来的时阵可能就是先改效果才放出来。嘛对。加起来Pokemon 应该嘛是有时啊嘛是会有吼，就是会限制还是会禁止。有，要毋过我想起来，2、3年之前有一张卡片想过，因为有一种赢人的方法是讲，甲人的牌等甲拢无去安尼。哦，我上爱即种的，我算咩就上爱算即种的。因为有一张就是伤过强，佫伤简单，就会使真紧就会使甲人的牌拢弹掉，弹无所以讲，然后有佫重新应该是讲先甲迄张牌关起来。内底角色拢共款，佫出一张较无共的卡片呢。哦，所以就是嘛算是该改做才放出来。毋过你爱订买，爱订抽。名嘛无共，所以讲是我看你概念。了解。所以你讲角色小共是志愿者。对。因为有拍过电动的来讲，因是等于是共组人，毋过伫个卡片内底就是完全无共丢。哦，了解。因为我知影有可能有拍电动，也是对迄个故事较熟悉的人，会对角色可能嘛会有感情，对吧？总是会有。哇，鸟出啊来啊！伊讲伊头一摆听到你的声，啥物意思？伊平常时拢无咧甲你关心。
哦，到遐严重。无我就是爱黑白讲话，我上爱黑白讲。安尼使歹势，对啊，伊甲你下跪啊，靠呀！哇，遮好哦！我黑白讲2句仔话，就会使看鸟厝啊跪落来。哦，我都毋知，哎呀，所以这是伊哩头拄仔讲诶。所以是打出来正平的是红禁掉的卡片啊，共一组人换做倒平感觉。哦，穿甲较歹诶，互禁止。嘿，因为迄是伫咧算是讲剧情内底一个设计是讲，因两个是道馆的馆主，啊嘛会去拍电影，穿奇花的衫来去搬安尼。了解了解。啊，即张牌啊实在是。想超过，互体验无好安尼。真正无介好。迄当时，若出去甲人交流的是，差不多10户内底会去拄着2-3户。哦，安尼真是无欢喜。所以讲就家禁掉换做共一组人，啊，毋过是因原本的名，啊来另地嘛小。毋是小，完全改掉。完全改啊！嘿，完全改掉。哦，佫嘛是真好用啦。了解了解。看起来真是真无共。无遐尔啊，甲对方创敌的感觉。对。鸟巢问讲，这是在台版环境玩的吗？对。哦，所以台版甲日本版敢有差多少？我之前听到的是讲，就是时间会小可有差，啊，毋过迄牌仔的内容敢是相共的？是相共的。应该是讲，日语上头前出，对。啊，刷来就是中文也亚洲内底的，即嘛有。泰文，还个泰文哦，有泰文的，还个越南的嘛有，韩国话嘛有，哇，因足顶真咧杀呢，所以讲，说后来出的拢是照日本的来出，所以讲内容拢是同款的。哇哦！所以其实你若是对日本版的有足熟悉，你就是等于是提早知影有啥物物件。对，我拜五做的代志拢是安尼。对。我看自己迄消息再翻做中文，甲大家来分享安尼。了解。你嘛足重要的，就是你甲知识送互大家。就是家己有兴趣嘛是讲。有真侪妹妹角通甲大家来讲安尼。这就是你这个语言的能力，真正是对大家帮助真大的时阵啊。应该是。对，真正是爱多谢伊哩。以后我若是想要顶真算的时阵，我一定足需要看你的。因为我即马。有开始载入去，你头拄仔讲迄个美国的版本的迄个线顶的电动，我就小可载入去，开始咧算安尼。开始若有兴趣也是有钱有用。有钱有用，若较实在就会使去店内底人交流，也是比赛安尼。好，我若是有钱，一定会认真考虑。阿厝你嘛有算呢？阿厝怎啊咧？杀我要来算。做伙算。有机会一定来做伙算。我之前还无遐尔熟悉 PTCG 的时阵，我有看到超商有卖一种，我感觉真特别的产品啦，就是伊是迄个签名的卡片，伊的签名是角色的签名。对，迄有我有。
迄足特别的呢，而且迄个 Pokemon 的世界的迄个文字甲咱无共，伊就是签原底世界的文字。哇！这我想讲，若是足介意对角色足有爱的人，一定会足介意。你敢有较介意的角色？角色就拢不哩较介意。哦。伊拢真有特色。我有感觉伊的迄个角色的外形的设计，真正有一个真，就是真正有即个 Pokemon 的风格，真正有出来，我感觉真厉害。而且迄嘛是有一寡职业啊，是迄种啥角色背景，就甲迄世界差不多的感觉。对。真真实的感觉。我最嘿，身躯边敢若嘛有是即款人出现的款。哦，了解。即毋知影安尼讲敢我感觉这有小可像咱讲即个角色设计的时阵爱较多元化，因为你若是角色设计的时阵有较多元，就较会互遮咧耍的人，也是咧看你的作品的人，较会去连接到，就是我身躯边嘛有即种人，较有即种感觉。我毋知影我表达敢有人听有。我开始我讲的真的是想有时较跳，我是因为我对迄个 Pokemon 的剧情真正是无啥熟悉，毋过所以我看迄个角色的时阵，我就直接看外表安尼。毋过因为我最近咧耍迄个就是美国版的内底有一张我真正感觉足水的，我直接打互大家看。我感觉即张真正是即张的迄个图有够水，伊迄个擦色的方式有够水的。毋知影你敢有介意？我嘛真介意。嘿，而且伊就是缘投的查某囡仔。这个角色是物质老师嘛是研究人员。所以讲伊的性，伊的思考的方式拢真有特色。哦，安尼哦。因为我有不哩趣味啦。哦，好，安尼我想要来耍一下。我最近才发现，因为阮厝内有出来的人，就是有 Switch 我拢偷摕来耍。我最近才知影伊嘛有买 Pokemon， 伊唱较好，我进前拢无瞧到。无啦，是拄好看到，我想讲，款式会使来耍一下哦。对啊。安尼刚好，袂要紧，伊无抗议就袂要紧。若是有一工迄个阿辉无开台，就是互掠去台啊，无啦。我就是我有感觉到，若像 Pokemon 内底有真侪角色，拢是研究者，是博士的。毋过嘛有多侪囡仔人、囡仔兄、囡仔姐。对。我之前因为我有之前有咧去摆仔店伊迄间是有耍 Magic 嘛，有耍迄个 PTCG 我之前去的时阵，拄好因咧办迄个 Pokemon 的比赛，我真正有看到迄个比赛，真正有足侪囡仔兄、囡仔姐呢。就是我伫其他的摆仔耍无看到安尼。囡仔人咧耍款。对，我感觉真正真袂歹，就是。而且大型比赛嘛有分组，是叫年会来分。有分哦。嘿，较大的有啦，有分囡仔，还有12岁到18岁，18岁以上的。因为我之前去的迄应该是较无重要，较细项的比赛，所以因无咧分。所以囡仔会使甲大人，对啊。
其实我感觉安尼嘛袂歹，就是无共年岁的人会当有迄个共同的兴趣，即种感觉。而且有个迄人使甲一个大人来，等甲哀叫。你还囡仔拢搞吼，对啊，囡仔人学物件有时嘛足紧的，而且我进前，其实我咧算 Magic 进前，我国中迄时是有算幼儿园的。啊，迄阵我嘛有去摆仔店，啊，我就是互迄个国校仔的，互国校仔的囡仔人。迄阵我嘛是囡仔人啦，啊，毋过迄阵我是读国中，啊，我嘛是互国校仔的学生定甲叽叽叫，啊，我就无继续算啊。我嘛有即个经验，足好笑的，嘿。我说想起来，旧年的全世界比赛啊，拄好是台湾的囡仔选手得冠军。是囡仔选手得顶安尼啊？嘿，就囡仔做的冠军安尼。哦，哇！所以讲，即摆囡仔真厉害。个比赛，还个真正是得冠军摕金牌，公赢倒转来。哇，水！袂歹，安尼迄个，互迄个家长嘛，可能较会当接受即种兴趣。家长嘛，真愿意去栽培即摆的囡仔，啊，嘛会去培讲伊要选啥，还是对啥有兴趣，就甲伊做伙来佚佗，还是来训练。对。虽然要早咧，啊，毋过若准有一天我有囡仔的时阵，我嘛会做想要招伊做伙算迄个 TCG。对啊。而且嘛，对头脑的发展嘛真好。对，真正是有。就甲迄个有时真正是，我感觉算 TCG 真正无输惊棋呢。对。你共款爱判断讲对方会当创啥，啊，我要安怎甲伊阻止安尼。其实爱思考的物件都多。赢棋的选手拿来算卡片嘛是有，伫日本嘛真济。啊，来算迄嘛是成绩嘛不哩好。嘿，迄真正拢是巧巧的人咧赢的。头脑拢是咧叮当的，叮当才真紧的。对，而且有限制时间嘛，你袂当一直想规半钟袂使，半工啦，毋是半钟有淡薄伤久，伤久啊！哇，想半钟，想半钟了，叫对手莫算。嘿啊，我想看下个，反正我就是四界听一寡做无聊的笑亏的代志。我想到一个会使分享，就是幼稚哦，大家知幼稚哦，除了伊就是你咧抽的迄个牌组以外，伊阁有另外一组是，互你放迄个融合出来。对，啊，迄是较早就是敢若有融合，啊，后壁才有其他。啊，反正一开始伊是无限制数量的。迄我知。所以你会使炸迄个300张去比赛的。300张去比赛哦，而且是安怎伊要炸遐济上好笑的，就是因为迄阵毋知是安怎迄个比赛，就是伊主办的单位，就是你炸牌来啊，伊就会送你迄个牌录啊、卡套。对。所以对，伊就共偷黑，嘛是足好笑。嘿。我有印象，我之前嘛有看过。奇怪怪。对啊，啊毋过，即摆应该较无。即摆应该是袂。耳乖啊。对啊。唔敢讲无，应该是袂。就是唔敢啦，知影有人会安尼做啊。我想。哈有哦。无啦，就是讲有一款较消他们的行为。嘿，互人配喙咯。因为我原底叫是讲有选手甲对方配喙。无啦，迄种是。爱请出去。迄种是真正是爱报警的。对，咱算这应该是做有文化的，应该是较袂安尼。我嘛是有看过讲，伫迄牌顶拍牌拍到。牌卡拍个牌道以外的代志发生的。是哦，
我敢若有听过进前迄个 Shadowverse 伊的实体版本比赛的时阵，有人踢对方的牌，直接踢掉，对啊，好惨。这是真正的牌组破坏。有淡薄想凶啊，对啊，踢掉较贵，安尼毋对。对，照法律是爱赔啦。啊，你讲的迄个拍甲牌道以外的所在是安那？小拍。小拍就是拍牌，毋知倒一方，天无歹，还是讲倒位去冲，就食。除了拍牌以外嘛，小拍。哦，所以有一寡迄个，互人体验上摆的牌啊，真正是爱禁起来，才袂互人小拍。应该是，应该是，这也是保护大家安全。嘿啊，但是有人是讲话较歹听。哦，对。哪拍牌，哪讲垃圾话，也是去甲人冒犯着。哦，即种的我较无拄着，我较无拄着拍牌的人会讲垃圾话，可能我较好运。我嘛有拄过一两个讲话较歹听的，我是伫咧拍牌时阵论的，总有一天，一定会互别人收掉，这种感觉来甲伊收拾。哦，了解。我迄个骑车的时阵嘛是安尼，我毋敢甲人呛声，毋过我就想讲啊，早晚互拖去弄。我嘛是足歹。啊，就啥物咧想？前几工我真拄着一个足悍的，我要正滑，伊直接徛伫，伊直接逆向的，伊直接徛伫我迄个车道，险甲弄着。好大胆直接。对啊，加在我是徛足慢的，无真正会弄着。无代志上。是无代志啊，毋过我迄阵就足气的。就无要紧，我也想讲早晚会去互拖去弄。袂使创啥。对啊，袂使创啥。我嘛有想讲看敢会当甲伊检举，毋过足麻烦的。真麻烦嘛，袂付。对啊。迄上嘛爱甲迄车牌啊翕着啊。车牌日期甲时间，拢爱伫咧相片底才有准绳。对，所以其实无遐尔啊简单，就会当检举。无遐简单。不要紧，早晚互收掉。嘿啊，我就是伫牌道顶，若是拄着，你这个出哦，你这出这又无效啦。迄时可能我嘛有拄。先看下想讲，上好是结束了后出门，互随弄着较紧啦。这哇，我叫是这是迄个国校啊学生才会安尼。无呢，大人嘛有呢，而且是无解释的人呢。朋友之间嘛是，若是安尼讲，我是无差着，当做搭喙鼓真正是拄着迄种，较毋知影迄个站杂的，讲话搁大声四个囡仔人还搁伫咧边仔度开始伫咧喷垃圾话，也是讲遐话无的嘛是有，只结束结束结束了后，伊出门。就去互人弄掉，还是去互打掉？因兜的代志不要紧。对，去互带起来，真好。原来你真正是即款的人。我就讲我性格歹。有影歹，甲我共款，就是拄着迄个对咱无礼貌的，就平常时啊，拢人若对阮好，阮就对人好。若要甲咱创来，阮就直接送倒转。就甲因祝福，互因去一个较好的所在。祝福因人生平安。拢无烦无恼，无被哦。哇！你讲笑？会使，我袂要紧，回头毋是我讲的啊。哇！咱有迄个hengo 伊嘛是讲台湾话 VTuber。
慢，暗暝，即摆应该算暗时啊，6点外应该算暗时。这敢有符合你心中暗时的标准？有吼有吼。那是暗时，毋过5点实在淡薄仔，知影要安怎算。对，我其实嘛有困觉足久啊，有时小少问，毋知影要安怎问，真正是会毋知。真困难。对啊，我之前你敢有拄过？就是外国朋友来算迄个 TCG。外国啦，比如讲，伊就是可能敢若晓讲英语安尼。无呢？哦，我比赛的时阵捌拄过一摆啊。哦。嘿，迄嘛是比迄个现开，就是足无重要的比赛，就是好算尔。嘿，迄摆嘛是，互我感觉真趣味啊！迄阵因为迄阵就是有中文版嘛，有英文版。啊，迄阵是你要去比的人，你买的时阵，你会使选你爱倒一个版本。嘿，啊，迄阵就是伊就会拄着有一寡人是算迄个中文版的牌啊，啊，伊做好势，伊就讲袂要紧，啊，伊就讲伊反正反正意思就是讲，你讲的我拢相信。哦，伊嘛袂去查，但是你讲是安尼算，我就相信你。对，敢袂真食贵？对啊，应该是袂啦，大家应该是拢会照规矩咧。你嘛袂当讲较伤含啊，讲较伤含，人就会知，敢有即种诶。哎哟，比如讲，我出即张诶时阵，我就直接赢，谁要开心？嘿。算中文版 Pokemon 诶，外国人敢无讲介济呢？而且版本无共对吧？因为头有讲就是亚洲诶迄个版本会较紧淡薄。日本诶上紧，日本上紧。欧洲诶可能慢一礼拜，啊，美国、欧洲诶迄种拢慢几若个月。所以讲，伫台湾诶国人。那是无啥拄着，因为我去比赛是看到拢台湾人。哦，嘛对吼，因为安尼英文版嘛袂使连做伙的意思，环境无共。无共语言牌袂使去做伙啊。哦，有规定哦。规定袂使用。哦，安尼无怪，因为 Magic 是无规定。哦。所以你一副内底会使，啥物语言拢有。哦，所以讲进前我敢会记阮版的有哥吉拉的。啊，对，伊有一寡度就是限制伫即个语言才有。所以讲，对。比如讲，伫台湾比赛会使用日本的哥吉拉，对，会使。英文安尼。会使。哦。伊进前佫有一张牌嘛是真趣味，伊有一张牌伊就是。有做无共的图，伊就是每一个语言拢有一张无共的。对，比如讲中文版的迄个图，就是敢若中文版有。啊，有一寡人就介意收全套的。啊，对啊。我全部拢爱，对，我全部拢要滴。无毋对。无共呢，因为我会记你记我嘛是，敢若限制一种语言款。哦，这我唔知，我真正无比过任何的游戏的比赛。对，敢若其他牌啊，就敢若无英语的，所以讲无法度来比较。我游戏应该是唔知。我敢知影游戏上笑亏，就是伊捌出过中文版，啊，毋过因为看起来伤过成盗版啊，所以无人要买。无对销，所以讲就敢最两个系列啊，三个。主题就无啊。对，有影足好笑。啊，敢若出，嘛是出中文版，毋过是对面的迄种中文版。哦，无共的中文版。这 Magic 嘛是啊 ，Magic 嘛是迄个已经无台湾人介意的中文版啊，
可能嘛较无好销，所以嘛敢若纯英文版，而且较侪算 Magic 的人可能嘛惯势看英文的卡片啊。因为自头开始就是出英语的。对对对，自头开始就是较欧美的 otaku， 哎，较会去算。我会记是上古早。哦，迄足古早的哦。上早的这种，应该是第一个安尼设计的，因为 Yu-Gi-Oh 嘛是参考这个进前的名嘛是参考这款的。嘿，我会记得，对。因为伫个我讲叫啥物？魔术，啥物魔术，对对对对对，啥物魔术甲怪兽安尼。哎，对对对对。而且伊个规则真正有参考介济，嘿，对。啊，Pokemon 嘛是整个方法嘛是挺相像，所以讲应该是上早的，应该是，嘿，算元老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无问题啊。啊，毋过即马就是应该，迄个咱世间就是上大的，就是即三个 game 嘛。啊，其实因拢是有真，反正我即马是感觉这三个 game 真正是拢足有家己的特色，已经是完全做无共的。嗯。嘿，嘛是介趣味，都害我拢想要算一个啦。啊，就是无钱啊。算一头白嘛，不离啊贵。对。你若是想要组一个真正会使赢的，就真正是，做上无1500甲2000以上拢可能。拢算俗啊，我感觉已经算俗啊。我算不了俗啊。所以得冠军迄款的都爱3000。啊，你若是想要装塔较水的，就搁较贵。要金光闪闪都，迄个金条都爱有5000以上。哦，夭寿。啊，搁有规组拢是金丝式的牌啊，迄种的万外箍。哦。可能是一个月薪水。对哦，拢免得你一个月莫食饭就有啊。莫食莫穿，莫洗身躯。卖枪买桶，抢起来就是通买一组正金丝牌啊。嘿，来参考看卖。啊，你上介意？你即摆上介意算的是啥物款的 deck？ 我即马是算喷火龙。哦，你是讲倒一个喷火龙？我会喷火龙。所以敢是我知影迄个，就是进化的时阵会使找三个能量，就迄张。哦，其他的我嘛是有，都应该是讲上主要伫咧用的就是迄套。你敢有甲伊装塔较水的？无，伤贵啊，对无？真贵，真正是贵到无法度。应该足侪人想要爱吼，所以应该价钱较悬。不过前一阵啊，有年初是有出改，就是同款能力的卡片，可能伫个底是有包通买着。较强的牌拢会收你内底的迄种。哦，即种诶。对啊。互大家较公平的对。对，是会使用较俗的价钱来去买的。哦。了解，因为Yu-Gi-Oh那像嘛是有安尼做。Yu-Gi-Oh敢若是2-3年出一届的款。就是黄金的嘛。对。规包拢是金的。
有淡薄仔爽啊，毋过我太当安尼讲，我细汉时嘛有买啦，哦，我嘛有看人开过，看人开啊咧，哦，金死是迄阵无感觉足爽，啊，还有看到即张真强啊，真好用。嘿，对，即张真强，啊，而且迄个系列内底拢是金死死的。啊，啊，迄阵就介意金死死的物件，好看，对，好看。囡仔时的即个审美的观念，甲即马小可无共，嘿，对啊，无毋对，散车人莫想遐济。哎，对，啊，咱今日时间若像嘛，讲诶嘛差不多，对无？咱差不多想讲点半钟放大家食饭。好爱食暗顿啊，嘿，你小等嘛要食暗顿呢？我还未食，还未食？你是中昼顿还未食啊？对，我咧甲你虐待。袂啦，因为我最近嘛是讲一工食一顿尔。哦，你是要升级买卡片啊？无啦，无啥会晓啊，就是讲按顿食较好诶，食较青草诶啊，家己来做较介意诶料理安尼。哦，你嘛较健康吼，但是会使家己看家己要做啥。哇！是拢家己煮啊，淡薄仔时阵食宵夜安尼。哦，食宵夜好，我头拄仔若像讲健康，应该是当做我无讲。你宵夜是食健康的物件。嘛无讲介健康咧。嘛对吼，这其实嘛无介健康。对无？两顿啊，你毋是讲有宵夜？无啦，宵夜毋是逐工伫咧食诶啦。哦。当时若真正较枵，也是讲食无够济就爱食者。了解。好，我嘛来头仔想看觅小等我要食啥物暗顿。安尼咱今日时间讲了无够开，啊，毋过就是爱即种感觉，才有机会有后摆吼，对吧？对。随时欢迎来，过来开讲出来。耶，好，无问题。安尼今日真正足多谢伊利甲开讲，嘿啊，咱这头一集的脑壳能嘛算是顺利结束。你敢有想要甲大家宣传，还是有啥物代志想要报互大家知？安尼我宣传我会放上好啊，我伫咧 YouTube 做活动，还佫有平常伫咧 X 内底大家开讲。啊，平常时是拜三甲拜五，可能拜六礼拜嘛有做放送。平常时是咧暗时8点半以后，即马常常的主题拢是拍电。有当时我若想要家己画图的时，会开画图台甲开讲。即马有固定伫咧做的主题，就是拜五的 Pokemon 卡片的消息，还佫有连牌啊。有兴趣就会使来甲我小交流一下啊。拍台语嘛无要紧，我会用台语甲回。主要是安尼。好，安尼大家就我有甲伊利的频道定伫迄个顶悬吼，大家会使去甲伊订阅吼，就袂错过伊的放送。安尼咱欢迎。嘿，好，安尼大家就是会使爱记甲伊交关者，好，安尼咱就先甲大家讲再会吼。再会，大家。感谢大家。咱后摆脑壳能，后摆才个见面，拜拜，再会。